歡迎收看客家苗路學院每日一行年新聞。叫啦新年來臨，客家苗路學院嘅40主播同大家來拜年。阿哥我先來，今本日當歡喜，第一位同大家祝下迎接新嘅一年。我想愛送本大家哪個祝福，祝大家沙沙講下有福。大家好，我係安江。今年春節當歡喜，做得同大家分享福氣。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度做得3年賺錢，40批。大家好，我係排頭。春節期間，無論你哋哪位，做得聽到下輩嘅祝福，係唔係本人感覺當熟絡呢？我衷心祝福大家金沙老福，年年棒。大家好，我係希望喺新嘅一年，願你會有一個新嘅開始，老新嘅希望。我愛將前好嘅祝福送本大家，社會富貴，福滿堂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帶本大家嘅祝福，希望大家新嘅一年都順順利利。接下來會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熱行語就係過新年，過新年，歡歡喜喜過新年，歡歡喜喜過新年，過新年，過新年，歡歡喜喜過新年，歡歡喜喜過新年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上來了。